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星月占星學堂，係占星師 Chrissy。大家呢排過得好嗎？可能大家都會感受到身邊有好強烈嘅能量躁動，啲人好急、好躁、好不安，或者突然之間就好猛震。你自己咧亦都可能遇到好多唔同嘅衝突、問題、困難，又或者生活入邊有一啲情況、狀況卡住咗，甚至係一啲人際關係相處嘅問題。之前明明好順利，突然之間呢排咧，好似好容易鬧交，好容易辣着，都係因為咧近排嘅星象嘅影響，包括咗我哋啱啱過咗去嘅夏至、土星、木星有一個正四分相嘅能量，所以記住，You are not alone，唔係你嘅問題，但係我哋仍然保持覺察，知道自己究竟日常情緒發生咩事，覺察清醒咁樣去回應同行動。咁就會比較容易避免一啲 potential 嘅衝突或者問題發生㗎啦。時間過得好快，我哋上一次好似啱啱先至講完關於滿月嘅資訊，眨下眼我哋又嚟到一個新月嘅時候啦，咁就過咗半個月。我哋今次講嘅係巨蟹座新月，巨蟹座嘅新月咧就會喺2025年6月25號夜晚6點31分嘅時候發生嘅，呢個係香港時間。新月咧就會喺星盤入邊嘅巨蟹座4到7分嘅位置，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如果你星盤你嘅個人星盤入邊有相關嘅行星啦，位處於4到7分附近嘅話咧，個影響咧亦都會將會更加大嘅。嚟緊新月咧，我哋仍然咧就會係同大家講下適合許願嘅一啲時間點嘅。6月25號下晝6點31分正式就會踏入巨蟹座新月㗎啦。踏入巨蟹座新月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許願咯喎。適合許願嘅時間咧就都幾長嘅，去到6月27號嘅晏晝1點14分。如果你話你唔記得咗啊，或者都係 miss 咗之前嘅許願時間嘅話咧，咁你可以把握最後嘅機會啦，就係6月27號晏晝嘅2點06分去到6點30分。咁呢啲咧都係適合許願嘅時間嚟嘅。如果你想攞到巨蟹座新月許願效果最強嘅能量狀況嘅話咧，你就要把握新月嘅頭8個鐘嘅時候啦。今次新月頭8個鐘咧，都係一個適合許願嘅時間嚟嘅，而嗰個時間咧，亦都幾方便到我哋啦。我哋放工翻屋企可以食埋飯、沖埋涼，臨瞓前慢慢許埋願先瞓都可以嘅。適合許願嘅時間，許願能量最強嘅時間咧，就會係6月25號6點31分，去到6月26號凌晨2點30分嘅。之後就同大家重溫一次啦。今次係巨蟹座新月，新月嘅許願能量咧係有特定嘅主題嘅喎。新月咧就係話我哋成個月相週期啱啱開始嘅時候，月亮咧係天上邊咧係一個最暗嘅時候，亦都係一個開始嘅時候。所以新月許願咧，我哋係適合許一啲新開始啦、新方向嘅一啲願望嘅。尤其是如果你有啲計劃啊、有啲方向咧係想開始嘅新嘅，以前未試過嘅，或者重新嚟過嘅，新月都係一個好適合嘅許願能量嘅時候。新月啦，亦都係月亮喺天上面嘅光從冇去到有，天上面個月亮咧會越嚟越圓嘅，隨住日子嘅推進。所以喺新月嘅時候許願咧，我哋亦都適合許一啲從冇到有，又或者咧係越嚟越多嘅願望。所以咧，如果你想減肥啊，或者想放下一啲嘢嘅時候咧，新月就唔係好適合去許一啲相關嘅願望啦。除非你去調整你新月許願嘅時候用嘅字眼啦。咁如果呢個你仲有疑問嘅話咧，都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哋一齊去討論下。跟住落嚟，我哋會講下巨蟹座呢個主題。今次係巨蟹座新月，究竟巨蟹座適合許一啲乜嘢主題嘅願望，一啲乜嘢新開始、新方向主題嘅願望呢？巨蟹座咧同我哋嘅屋企或者根源有關。
屋企無論係講緊你嘅原生家庭啦，你嘅而家結咗婚或者有伴侶嘅家庭啦，甚至我哋再將佢推遠啲，同我哋成個嘅祖先宗族傳統，所以話我哋嘅根源、我哋嘅鄉下係有關嘅。如果你有一啲同呢啲有關嘅願望咧，今次巨蟹座主題嘅新月咧，亦都係好適合你許願嘅。另外咧，巨蟹座係水象星座，係同情感啦、情緒啦、感覺啦呢啲嘢有關嘅。而巨蟹座嗰種感覺咧，好大程度係來自於一個自我感覺，或者嗰個情緒嗰個感受係源自於佢自己一個情緒同埋感受。呢個情緒同埋呢個感覺，究竟核心最受影響嘅，或者最 trigger 嘅係啲乜嘢咧？好多時係巨蟹座佢哋相關或者感受到嘅一份安全感或者歸屬感。巨蟹座係一個好容易感覺到不安啊，感覺到好唔舒服啊，感覺到好唔安定嘅一個星座。佢需要有一個好安定、好安穩，佢覺得好舒服、好自在、好屬於佢自己、好受到保護嘅環境或者地方或者感覺。如果咧佢呢條安全感嘅天線或者紅線一旦有一啲 alert，有一啲警告嘅話咧，佢就會變得好情緒敏感啦，好容易一個情緒嘅反彈觸動啦，佢嘅感受會好唔安全啦，佢甚至會覺得自己係咪好有問題啊，係咪好差啊咁樣，呢啲都係巨蟹座好容易產生嘅一啲情緒反應同埋感受。而嗰個核心有好多時係源自於嗰個安全感同埋嗰個歸屬感，佢唔夠強或者唔夠踏實同落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喺呢個新月時間呢段情況之下，有一啲同歸屬感、安全感或者自我感覺啊、情緒有關嘅願望嘅話咧，都好適合趁呢個巨蟹座嘅新月嘅時間咧去做一啲許願嘅儀式。另外咧，巨蟹座咧就係月亮嘅守護星座嚟嘅。月亮咧亦都係同我哋嘅情緒感受有關啦。另一方面咧，月亮亦都同媽媽母性有關嘅。所以巨蟹座咧，人生亦都會同我哋嘅父母啦、我哋嘅女性能量啦，甚至我哋嘅女性長輩啦，佢哋嘅一啲相關嘅情緒感受啦，或者人事物係有關嘅。咁所以尤其是啦，如果你呢排屋企啊、媽媽啊，甚至係人生嘅一啲安全感、情緒議題有大嘅挑戰，或者好多事情發生嘅話咧，今次巨蟹座新月咧，一定係一個好好嘅時機，俾你去坐低諗清楚你未來嘅新方向、新目標，或者有冇一啲嘢想新開始嘅。巨蟹座都係一個好重視回憶、重視過去、好念舊嘅星座。可能佢會實際上喺屋企儲儲埋埋好多嘢啦，又或者係喺個腦入邊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回憶片段儲起咗。無論係人事物關係，巨蟹座都好重視，亦都珍惜。但係喺今次嘅巨蟹座新月，我哋都值得去諗下，去檢視一下嗰份回憶、嗰份過去，我哋係咪仲值得繼續揸住喺手？我哋係咪值得繼續維持落去？定係原來我哋同某啲人事物應該有一個新嘅方向，有一個新嘅開始咧？另外喺醫學占星上面，唔同嘅星座亦都會對應唔同嘅身體部位，所以今次巨蟹座新月，我哋亦都可以配合翻巨蟹座相關嘅一啲身體部位，去一啲同身體健康或者身體毛病有關嘅願望。巨蟹座同我哋嘅胸部啦、乳房呢啲唔同嘅女性特徵，或者同媽媽有關嘅一啲身體特徵會有關嘅。另外，巨蟹座亦都好着重嗰個消化嘅能力，所以所有同消化相關嘅器官啊，亦都會同巨蟹座有關嘅，包括我哋嘅腸胃啦、消化系統啦、胃部啦，而加上肝臟嘅一個上半部分咧，都係巨蟹座嘅相關主題。因為巨蟹座都好同飲食有關嘅，亦都我哋會成日好強調究竟我哋嘅情緒或者食物究竟係咪能夠順利咁樣去消化到。
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啲呢啲相關嘅身體毛病啊、困難問題嘅話咧，亦都不妨趁巨蟹座新月嘅時候，可以許一啲願望，例如會唔會揾到一啲方法幫你去舒緩或者排解啊？又或者會唔會幫你揾到一啲原因同埋症結所在啊？甚至揾到一啲幫你舒緩情緒或者真係實際上飲食消化嘅問題嘅方法啊！咁樣呢啲都係一啲我哋新月許願可以考慮嘅方向嚟嘅。每次嘅新月咧，我哋都可以配合翻自己嘅本命盤，去睇下除咗當次新月嘅一個星座主題之外，究竟今次新月坐落喺我哋本命盤嘅乜嘢嘅宮位，而嗰個宮位又為我哋帶嚟一啲乜嘢額外嘅許願主題咧？咁我哋可以對翻呢個表，你就睇翻自己嘅本命星盤，包括你可以對翻你嘅上升星座啦，同埋太陽星座嘅。咁睇下今次嘅巨蟹座新月究竟坐落喺你星盤嘅第幾宮入邊，亦都會有翻相應嘅一啲額外嘅許願主題，係配合翻你自己嘅。所以除咗巨蟹座新月指定嘅一個星座主題之外咧，亦都會有配合翻你自己星盤嘅一啲個人化嘅特定主題可以許願嗰度處理嘅。例如咧，我係獅子座嘅，咁今次巨蟹座新月咧，我除咗可以許一啲同情緒啊、安全感啊，或者我屋企有關嘅願望之外咧，今次嘅巨蟹座新月咧就喺我第十二宮嗰度發生喎，咁我就可以許一啲同第十二宮主題相關嘅願望啦，即係一啲乜嘢咧？即係包括一啲同我潛意識有關嘅嘢。即係話可能有機會有一啲情緒感受，點解我會咁冇安全感咧？喺我入邊其實我未知嘅嘢，我會可以趁今次嘅巨蟹座新月許願，會讓我知道啦，讓我明白啦，甚至讓我有方法、有方向去解決、去梳理呢件事。咁呢啲咧都係今次巨蟹座新月嘅一啲個人化主題，你可以考慮去做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睇下今次巨蟹座新月嘅新月盤，究竟喺成個整體氣氛、社會環境或者整體一啲能量感受上邊，又發生緊咩事咧？亦都會有機會有啲乜嘢相應嘅事情會發生，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咧。今次嘅巨蟹座新月咧，就會發生喺呢個新月盤嘅第七宮嗰度啦。第七宮咧就同我哋嘅人際關係啦，尤其是我哋嘅合夥關係啊，或者係婚姻關係啊，呢啲固定嘅伴侶或者固定嘅合作關係有關嘅。咁所以，尤其是如果你喺呢方面咧，會有一啲新開始、新合作、新方向嘅話咧，今次嘅巨蟹座新月咧，你真係要把握今次許願嘅能量啦，為自己更加釐清同埋立定一個方向。如果有啲問題困難，你已經預想到嘅，就亦都藉住今次新月許願嘅機會，讓宇宙知道，你有呢一個嘅方向同願望，希望吸引力法則去運作嘅時候咧，就令到嗰件事會更加順利，成個人際相處關係會更加好嘅。加上咧，呢個係新月，即係新開始啦。喺第七宮嘅新月，亦都好強調呢個會係一個人際關係嘅重啟。我哋去睇下以前嘅關係，一路以嚟嘅關係，其實係咪 work 咧？係咪要有一個新嘅方式，甚至重新開始，或者去揾一啲新嘅合作關係、新嘅伙伴，或者同我哋相處咗好耐嘅伴侶，我哋嘅婚姻究竟嘅狀況係點咧？喺第七宮入邊，我哋尤其是重視嗰個情感親密嘅關係啦，又或者係合作關係上邊，呢個我哋叫做有承諾、有契約嘅關係。我哋好需要喺呢類關係上好清楚自己嘅定位、立場，同時為關係入邊嘅相處溝通訂立同埋釐清一個適當嘅界線。點樣係我讓自己唔好受委屈之餘，亦都喺個關係上能夠公平公道，而可以能夠和諧相處，能夠繼續長遠發展落去咧？喺成個關係嘅重啟入邊，嗰個信任啦，可能以前有一啲事情曾經讓我哋嘅唔再相信大家啦，又或者我哋唔再同對方合作啦。
咁究竟今次會唔會係一個契機，去幫我哋梳理翻，去幫我哋溝通翻究竟發生緊咩事咧？我哋未來係咪可以再繼續合作或者重新信任咧？加上咧喺新月盤入邊，新月嘅位置咧隔離仲有木星，木星係一個擴張放大嘅能量，你睇咧佢係一個擴音器，一個喇叭，所以咧喺巨蟹座新月，我哋容易有嘅情緒啦，我哋嘅敏感，我哋嘅不安感，我哋個缺少安穩感，係好容易被放大。當嗰樣不安感啊，嗰樣不穩定感被放大嘅時候，我哋情緒嘅觸動咧係會，亦都會更加加快啦，甚至係更加劇烈嘅反應。呢個咧，尤其是喺個人際相處上面咧，好影響到大家個溝通啦、信任啦、關係嘅。咁所以喺巨蟹座新月嘅呢一段時間，我哋有適當同足夠嘅覺察能力啦，知道自己究竟發生緊咩事，個感受係啲乜嘢，然後我哋講出嚟、表達出嚟或者行動出嚟，亦都係表達緊一啲乜嘢嘅信息。同呢樣嘢同我同其他人嘅相處、其他人嘅關係入邊，究竟有啲乜嘢影響？又或者人哋其實接收嘅乜嘢嘅信息，去覺得我呢個行動、呢個語言表達有啲咩感受？呢啲重重嘅關卡、重重嘅環節，其實好重要喺座新月入邊。巨蟹座新月嘅時候，係一個水象嘅感覺好強烈，喺情緒感受好強烈嘅時間。咁所以頭先講嘅嗰啲人際溝通啊、理性分析啊，你會覺得好難，或者你覺得自己做唔到。呢個亦都係今次巨蟹座新月嘅日子，俾我哋唔同嘅人嘅一個挑戰同學習。加上火星係處女座啦，啱啱好同今次新月咧有一個六分相，所以嗰個情緒嘅觸動啊，嗰股急躁、焦躁啊，係亦都會加強咗嘅。亦都咧嗰種我哋對世界、對日常生活嘅不安感啊，對日常生活安穩嘅期待啊，亦都係會加強咗嘅。但係大家眾所周知，2025年整體嘅成個星象其實都係以不穩定為主，有唔同嘅行星佢會轉換星座，唔同行星因為順行逆行，加上轉換星座，令到社會整個嘅氣氛同狀態都係好不安。巨蟹座嗰種我咩都唔想理啊，我好想匿埋自己屋企，好想匿埋喺自己個殼入邊嗰種。渴望係會好大，但係巨蟹座亦都會知道周圍嘅環境、周圍嘅人事物唔容許我哋匿埋，我哋逼住一定要去處理，一定要去解決。喺成個巨蟹座新月嘅氣氛入邊，我哋會有一種逼住我哋要去做決定，逼住我哋要去行動，我哋要去面對嘅一種感覺同感受。而呢一種被逼嘅感受同情緒，亦都會令我哋嘅脾氣啦、焦慮啦，會更加反彈。然後嗰種脾氣同焦慮咧，好容易就會失控，然後就會爆出嚟，影響咗我哋同人相處啊，影響咗我哋做嘢啊，影響咗我哋做決定。巨蟹座新月嘅時候咧，我哋啱啱過咗木星、土星正四分相嘅日子。咁但係因為木星同新月係合相啦，喺新月盤入邊，所以新月同土星咧，亦都係形成咗一個四分相嘅狀況。而海王星咧就喺土星嘅隔離合相緊嘅，所以咧新月啦、木星啦，就係即係話會同土星、海王星咧同時形成咗一個四分相嘅狀況。土星係講緊我哋實際環境、實際生活好多現實嘅考慮，海王星同我哋嘅夢想、潛意識嘅嘢有關。呢個夢想與現實嘅爭持，其實喺呢段時間係特別明顯。尤其是如果係新月盤入邊，我哋會睇到呢個現實同夢想，呢個直覺同理性嘅爭持同埋角力咧，係尤其激烈。而呢個爭持同角力更加會影響住我哋成個人嘅情緒感受啊！
甚至嗰樣嘢會反映咗喺我哋嘅家庭關係上。例如，會唔會屋企對我哋有一啲實際上嘅期望，但係我哋自己本身有我哋嘅方向同夢想想去追逐呢？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反映出嚟嘅可能性。如果你有呢啲唔同嘅類似狀況，咁值得你趁今次巨蟹座新月坐低去感受一下，你究竟想點做，立定嘅志向同宇宙下訂單，希望宇宙通過今次嘅許願立志，為你提供一個比較落實可行，亦都比較感受舒適嘅一個方向同埋解決方法。除此之外，我哋亦都會睇到喺新月嘅時候，新月同埋火星同埋冥王星形成上帝之子嘅一個相位組。上帝之子嘅尖端咧就係冥王星。大家都知道冥王星係一個急劇嘅轉變同埋變化，促使我哋要轉化同重生，要促使我哋要有啲嘢要由頭到尾去改變啦。甚至之前我都有同朋友提過，就係話，近排我哋遇到嘅事都係一啲 life-changing events，係改變我哋嘅人生，改變我哋成個人生嘅選擇，我哋成個人生嘅方向，成個人生嘅目標。而你最近有冇遇到一啲相類似嘅情況或者感受呢？你嘅面對同處理嘅方法又係點樣呢？今次巨蟹座新月亦都俾咗一個機會我哋去睇下，究竟我哋有冇一啲新嘅方向、新嘅開始、新嘅嘢想做，定係我哋繼續想重複我哋舊嘅習慣、我哋舊嘅模式呢？明顯地，冥王星喺上帝之子嘅尖端，去話俾我哋聽，呢個舊嘅習慣、舊嘅模式其實已經唔 work，我哋一定要變啦。但係我知道喺人嘅習慣、喺人嘅安全感嘅拉扯嘅情況之下，要作出一個改變，甚至一個重大嘅改變，並唔係咁容易。你點樣有足夠嘅勇氣去做呢？唔係講緊你有足夠嘅安全感同歸屬感去做，佢係在新月嘅情況之下，你永遠都唔會覺得有足夠嘅安全感同埋歸屬感去做，而係我點樣喺有恐懼、不安、焦慮、唔夠安全感嘅情況之下，我都仍然選擇去行嗰個未知嘅一步，勇敢地行下一步呢。今次巨蟹座新月係夏至之後嘅第一個新月。夏至係一個能量轉換嘅時間，夏至係為咗我哋未來3個月嘅一個能量狀況啦，同埋一啲生活事件去訂立一個方向同埋目標。咁所以今次巨蟹座新月，尤其是因為對於我哋成個家庭安全感嗰個重要性，如果大家真係有一啲重要嘅問題或者重大嘅方向呢，就不妨趁住今次巨蟹座新月，好好地坐低去諗下，同埋好好地許願啦。如果你對詳細點樣去許願或者有啲咩步驟有疑問嘅，可以去我哋 YouTube 度揾我哋另一條片《占星師的新月滿月許願指南》，嗰度會有詳細嘅介紹，究竟許願嘅步驟同埋注意事項係啲乜嘢。如果你對於自己嘅本命盤或者今次新月對你嘅一啲個人化嘅星盤影響有興趣、有疑問嘅話，亦都歡迎留言或者係私信俾我哋。我哋下一次見，拜拜。